刚睡醒的样子，是不是？我们在这块，我们把我们的喜乐，我们要加入我们的，代表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的盼望。好的，亚安的父神，我们慈爱的天父，今天是长春教会的父亲感恩主日礼拜，感谢你引领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呼唤了你，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父亲，使他教导抚养我们长大成人，因为父亲的教诲的指导，让我们走这一路。也恳求天父感念这天下所有的父亲的辛劳，祝福父亲们与你的关系，使我们的父亲能够在你的救恩中得着。感谢天父你的慈爱，来彰显你对我们的爱，一路陪着、帮助着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主你的慈爱和恩典。愿你在今天的节日里祝福我们的父亲和天下所有的父亲，恩赐他们喜乐与平安，使他们远离病痛以及各种的伤害的试探。恳求主将得救的智慧、属灵的生命加给我们的父亲，使他们能拥有健康身体以及美好的属灵的生命，保护他们出入平安，
愿主祝福我们的家庭、教会，祝福我们的父亲，以及今天的亚洲基督教会以及我的公司。我祷告的祈求，是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来，坐起，请坐。今天是我们弟兄同团契所带领的一个父亲节的主日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流程跟往日的主日礼拜有些不一样，所以要让各位能够了解一下哈。对不起，刚刚忘了一件事，可能太兴奋，再起立一下。我还念个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对不起啊，会众请起立。来，我们来一起念背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应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受凶的，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要献诗，列入团契。他们献诗是献的是谢谢有你爸爸的爱，也谢谢他们对父亲的一个祝福。谢谢
好，我们鼓励一下，这是耶利弟兄的孝顺啊，回去记得好好报一下这一块。来，欢迎我们杜团契，感谢师父。原本今天的机会是我们弟兄主礼，然后后来因为部落现在都在丰林
跟我们很多弟兄没有办法参与，所以我就后来就祷到牧师的名出现在我的前面，这个有没有办法申请？我没有把握，后来就问了我们的西边商来的理事，透过他，后来就有回话，他就把它拿出来，谢谢你。我跟瓦特牧师认识大概3年多的时间，我从他的身上发现他的祷告很多，然后他每一年都会办一个很大的聚会，叫圣礼降临节。我在看他这个服饰的时候，我发现牧师他的祷告真的是蒙神垂听，这么大的预算，这么大的支出，他们真的是有信心。我发现在他们的教会里面，这个祷告的力量是我们教会要学习的。我希望今天能够从瓦特牧师的服饰，他们的团队能够带给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大的帮助。我知道牧师身上有许多的恩赐。我们就期待，我们就正式把这个时间交在亚洲基督教会。哈利路亚。对，好，谢谢我们的副会长。那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圣经，啊，手上的圣经打开，创世纪26章第2节到第9节。那我就华语里面。创世纪26章第2节到第9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我所指示的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同在，再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事那么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的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洗碗。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到死而死。”阿们。那这个今天的正道，我们是邀请亚洲基督教会的瓦特牧师来与我们分享他的经文。那当然我们也请亚洲教会的师母来给我们做翻译，因为正如瓦特牧师是完全都是讲英文那我们有请瓦特牧师。你好吗？大家好。
I'm so happy to be able to visit the church. 我今天好高兴来这教会。And most of all, I see God's people here. 最重要的，我看到是神的子民在这里。阿门。And of course, I'm familiar with your band. 他知道我们的这个乐团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似的， We became family. 所以我们像一家人。 Amen. Amen. So if I'm family with them, I'm family with you. 所以我们跟他是一家人，也跟你们是一家人。阿门。 Amen. So if we're family, what I want you to do is look at the person next to you and say, I'm glad you're here. 那我们像是一家人的话，我们就跟身边讲说，好高兴见到你在这里。Now don't forget to tell them that they look good. You look 不要忘记跟他讲说，你今天好漂亮，好帅哦！你好漂亮，好帅哦！我们大家都喜欢听到赞美话，开口赞美是美好的事。Amen. And I want to say a special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fathers. 然后我今天要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Amen.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 Okay, let me have all the fathers stand up right 那 now. 请父亲们、爸爸们站起来好不好？有爸爸的是爸爸的站起来。 Praise the Lord. That means this church is blessed. Hallelujah. 这教会是福的，有那么多父亲在这里。 Oh,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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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ather. 谢谢爸爸们。 I'm going to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 do a little later. 等一下，我们有事工要给爸爸们来做。 Amen. Amen. Oh,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Allowing us all to come together here. 说谢谢你允许我们在这里。 And then, Father, I ask that you allow them to taste you in a different degree right 说 now. 我求你，说让他们就是今天经历你是不一样的经历。 For you said you draw all men. 说因为你的灵要吸引所有的人来靠近。 Father, I'm asking that you touch their hearts and their spirits. 说求你触摸他们的心灵， Let them feel your presence right now. 说他们领受到你的同在，你的 Father, 灵 we pray 运 your 行在这里当 spirit 中。 down upon us. 说求你的灵降临在我们当 That it 中， will empower us, dear. 说给我们权柄的能力， Father, that will be more than conquerors. 说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 We will be the head, not the tail. 说我们是居首不居 There 尾， will be victories today. 说我们必定得胜。今天， Father, we embrace it 阿 right 爸 now. 天父，谢谢你今天已经要给我 In the 们 name of 得 your 胜。 Son, the 我 Lord 奉天 Jesus 父、 Christ. 圣子、圣灵的名， Oh,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You should have 大 hallelujah. 家说哈利路亚！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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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for what you're doing right 是 now. 的，主，我感谢你想要做的事。 Father, I ask that you touch my heart and 说 soul. 我求你，今天我在讲到是你亲自触摸我的心。 Father, let these words be your words and 说 not 让我 my 说 words. 出来的话，不是透过我自己，而是 Your way, not my 你 way. 感动，而照你的方式来成就。 Your plan, not my plan. 说照你的计划，不是我的计划。 Touch your people today 亲爱的阿爸父，求你触摸你的孩 in a 子， mighty way, dear God. 说大胆地触摸你。 Amen. Amen，感谢赞美。 Today you're going to take on some power. Amen. 今天你们要得着能力。 Amen. 阿门。 I want everybody to do like this. Come on.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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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allelujah. And that power is coming from the Lord Jesus 这个 Christ. 能力得着这个能力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 Amen. And I want everybody to get used to saying, say, in Jesus' name. 大家要习惯性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In Jesus' name.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配得， You're so worthy. 真是配得。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我敬拜你，全能先生，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而你全能，我现在能克服你，我赞美你。 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先生，有谁能像你？一起来。 He knows who you are. 神认识你。 Amen. And I want you to think about that right now.
帮你想一想，神真的认得我， He knows your name. 他认知你的名字。 Point to the person next to you and say, He knows your name. 跟你身边讲说，他认知你的名字，他认知你的名字，神认知你的名字，阿门。神认知你的名字。 Hallelujah. We got a personal God. 这位神，他是一对和我们建立的是建立的关系。 Be under
现在我可以感受到 Somebody in here is getting stronger right 现 now. 在有人在成长， Somebody in here came in 现 here 在有 struggling, 人今天强壮点了， but they can see new life. 他可以看到神的光， They can see hope. 可以看到盼望， There's a joy coming inside of them. 你的内在有喜乐了。 Lord, we're asking you to have your way 主啊，我 today. 求你亲自在这里掌管。 We're asking you to have your way. 主啊，我求你掌管。 Bless us, dear 主 God. 啊，求你祝福我们。 In Jesus'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He knows you. He knows you. 我们的主认知你。 Right now, 现在， I want you to release yourself to God. 我要求你把自己献给神， He's 敞 going to 开自 bend 己， every problem that 献给神。他要解决你的问题， He's going to renew you. 他要更新你的心， Let God have His way right now. 让神来掌管你，把自己献给神。 Amen. 阿门。敞开自己， You may be seated. 大家请坐。 Hallelujah. 哈 Hallelujah. 利路亚，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You know, today I want to talk to the fathers, if I may. 今天允许我跟夫妻们讲些话。 And if you're not a father, then I want you to think about your father. 那你自己要不是父亲的话，那我要求你想想你的父亲。 Amen. Amen。 When we get through talking today, 那我们今天讲完之后， I want my children 我要我的孩子 and my God 跟我的神， who are both watching me, 我要我的孩子跟我的神一起在注意我。 that they will see my obedience. 我要我的孩子跟我的神一起注意我的顺服， To see the obedience 一起注意我的顺服， of each father in here. 一起注意每一位爸爸对神的顺服。 阿门。 Somebody- 大家说阿门。 Father, say amen. 父亲们说阿门好吗？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谢谢。 I want to have a strong, consistent daily obedience to God. 我要吗？我们就是要每一天坚定的顺服神， Amen. 每一天。 I'm a father also. 我牧师也是爸爸， I'm also a grandfather. 也是祖父。 And if I don't watch out, pretty soon I'm going to be a great grandfather.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不久之后他也要做真祖父。 You know, God wants us to relate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然后神嘛，要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沟通， Each one of you 我们每一个人 relate to the younger 要跟 generation. 我们的下一代懂得沟通， You are their example. 因为我们就是他们的典范。 And if I can do it, I know you can do it. Amen. 那我要是做得到，我知道你们也做得到。阿 If 门。 I'm 78 years old, 那我今年78岁， then I know y'all can do it with me. 那 Amen. 我知道我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阿门。 Amen. Amen. 阿门。 So that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today. 那就是表明你们都听了我今天在说的。 Amen. Thank you. Fathers, we want to say, I want to live a godly life. 父亲们，我们要跟自己说，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子， So my child will do the same. 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跟随着我们活出神的样子。 Amen. So we have to understand, fathers, that the children are watching and they're learning. 所以父亲们，我们要一直都注意，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也在注意 And。that's a very strong incentive for us to be careful. 那这个嘛，因这个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 Are you with me, fathers? 父亲们听进去了没？ Amen. 阿门。 So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powerful. Let me hear you. Amen. 那我要听父亲们说 Amen 最大声。 Hey, there we go.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最重要的， I hope that my children are watching me 我希望最重要，我希望我的孩子 when I repent to God. 注意到我对神认罪悔改。 See, we're not perfect, fathers. 父亲们，我们一点都不完 We 美， have to come to God and say, Lord, I'm sorry. 我们也得要到神面前说主啊， I want to do better. 我要认罪，我要悔改， I 我 repent of 要 my old ways. 把我的旧的一些坏习惯都修改掉。 Somebody say amen. 我们说 Amen 好吗？ I hope they're watching
watching at that time.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都在注意，我有在神面前。 Because I know just like me, 就如我一样， they're not going to be perfect either. 就是很多夫妻们就如我一样不完美。 But I also believe that God is looking at the children. 那我同样的相信神也在注意小孩子。 And when he's looking at the children, he's also seeing you. 当他在注意孩子们的时候，他也在注意我。 He's looking for those children to be obedient. 神也要注意孩子们愿意听神的 But first of 话。 all, the fathers must be obedient. 首先，我们的父亲们要来顺服神。 Amen. 阿门。 God is looking for us to set an example. 神嘛，要我们的这些父亲们作为典范， Amen. 好典范。 Amen. 阿门。 Hallelujah.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那我给你讲个故事。 Fathers, you have to watch what you do. 父亲们，我们要注意我们所做的一切， Watch what you say. 我们所说的一切。 You see, I had a son. After having 5 daughters, I finally had a son. 牧师有5个女儿，有1个儿子。 Amen. And he was one of those kind of he's always inquisitive. He always has questions. 所以我们那个儿子嘛，常常都有问题要问。 Amen. My daughters are beautiful. Amen. 那牧师的女儿们也很美。 But this son says, 可是这个儿子说 Dad, 爸爸，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那你要我做什么？ I said, s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want you to do right now. 他说儿子，最重要的是我要你做的 Very 现在， big lesson for you to learn right 就 now. 是你最大的功课现在要学， Is never lie. 就是永远不要撒谎。 You see, when you lie, 因为当你撒谎， then you 当 have to 你 say 说谎， you have to say the same lie over 因 and 为 over 当你说 again. 谎的话，你又要说一个谎，再支持另外一个谎， Invent new lies 然后又要编一个新的谎言， to cover up the first lie. 遮盖一个旧的谎言， And pretty soon you get confused. 然后之后你又忘记你在谎的哪一个。 And God is watching. 那神也都在看。 Amen. 阿门。 So one day, 所以有一天， I thought I'd be really, really cool with my son. 所以有一天他就是试探孩子，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skip school today? 你今天要不要就是翘课？ He said, Dad, how am I going to do that? 他说爸爸，我怎么可以翘课 I 呢？ said, I'll write a note for you. 他说我为你写一个条子， I'll tell him that you're sick. 我跟他说你病了。 And he said, but Dad, 他说爸爸，可是 that would be lying. 这就是谎啊。他说哦，对哦， Teach your children right, 所以你教导你的孩子做对的，用对的方式， and they will help you walk a straight 那 line. 他也会帮助你做对的选择。 Amen. 阿门。 So I tell my children, tell the truth no matter what. 所以我教我的孩子，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说诚实话 If。you make a mistake, 即便你犯错， I'll help you fix it. 我帮助你来纠正。 But if you don't tell 可是 me, 你要是不跟我讲诚实， that's the same as lying to 那 me. 这个就像跟撒谎一样啊。 We hav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We have to have a 我们 relationship. 跟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Just like the Almighty Father wants a 就 relationship 像 with 我们 you. 的全能的神要跟我们建立好关系。 Amen. 阿门。 In the Bible, it talks about 圣经在说， how a lie can cause problems. 就是谎言嘛会造成问题。 I'm going to ask you to read scripture with me. Amen. 那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这些经文。 Amen. 阿门。 But I need you to read it nice and loud 那我们大家大声一点好不好？ so that the person next to 让我 you 们 hears. 身边的人再次的被提醒。 Amen. 阿门。 Are you ready? Amen. Amen. That's okay. I want them to read Chinese. 我们直接看中文， You ready? 一起来。一起来。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必有一次饥荒，这时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比的那里。 Amen. 一起来。再 Amen. 来。 26:2 Chinese. 26章2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去，要住在我指示你的地。 Amen. You see, God gives us directions. ”这神就会指 We 示 have to 我 learn 们。 to listen for 我 God. 们要学习听神。 Let us read 3. 我们来看第3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赐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
me, God will give you directions. 神真的会指示我。 12 years ago, God told me to come to Taiwan. 12年前，神指示我来台湾， I had to give up my house. I had to give up my 把 house, 我的房子卖了， get rid of all my belongings. 把我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了。 I came here with 2 suitcases. 我来台湾就2个皮箱。 If a businessman was looking at me and said, well, he has lost his 那 mind. 一个做生意人看我这样的方式，可能说我已经好像疯了，把所有东西都送给人了。 But it doesn't matter. 可是不管， Just be obedient to 我就 God. 是要来顺服神。 Not long after I was here, 然后不久之后，我来到这里， God had me travel this whole island 然后 teaching 神他 worship. 就带着整个教会到整个台湾绕一圈，教导人家敬拜。 He had told me to open a church called CCCA. 然后他也叫我就是开创这个教会叫 CCCA 台湾亚洲基督教会。 You might know recently he told me to have Pentecost out there 那你 in 们也注意这个前2年，神也感动我，就是要去办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节， Our church is 在中 obedient. 正纪念堂。我们这个小教会，我们就去做了。 If you follow what God tells you to 你 do, 要是凭着神做，凭神指示你就去做， you're walking right into blessing. 那你就走进去住， Don't be afraid to listen to 不 God. 要怕听神。 Somebody say amen. 我们应该说 Amen 好吗 ？Amen。 4 and 5. 4跟5，中文。中文就可以。我要加添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 Amen. I want you to notice that Abraham was blessed. 亚伯拉罕得祝福， It was because he was obedient. 因为亚伯拉罕顺服。 Did everything that God told him to do. 亚伯拉罕听神所做的，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 Tha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member 那 right 今 now. 天这是非常重要， Tell the person next to you, obedient. 跟你身边讲说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 Oh, hallelujah. Come on. Tell it again so they hear you. Obedient. 我们要顺服。阿门。 Hallelujah. Hallelujah. 26:6. 好，我们来看26:6节。Amen。一起来。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Amen. I'm skipping the English today because we're going to just go straight to the 我们 Chinese. 今 Is 天 that 直接 okay? 用 Come 中 on. 文好吗？ Come on. 好，感谢主。 27. 26、7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 That lie sounds familiar, doesn't 所以这个谎言听起来蛮熟悉的哦。 it? Doesn't it sound like Abraham 这 talking? 听起来是不是亚伯拉罕有讲同样 Look 的 at 话？ Isaac saying the same 那 thing. 现在我们看到以撒他的儿子也讲同样的话。 Amen. Let's continue. This 好， is 我们 getting 继 good. 续念第8节。一起来。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信。 Somehow a lie will always be exposed. 所以谎言嘛，之后都会被显出来。 Well, let's read on. I'm enjoying this story. 继 Amen. 续，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 Amen. 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 Praise the Lord. Now you see similarities between Abraham and Isaac. 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的重复。 Things that Abraham had done before Isaac was repeating. 所以亚伯拉罕所犯的这个谎言的罪，所以以撒也犯。 Fathers, that's amazing, isn't it? 所以父亲们，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超奇妙的哈？ Amen.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ever and 所 ever. 以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都可以看到。 Amen. Amen. The repetition that we see. 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重 It was 复。 during a time of famine. 那个时候他们那个重复，就是在那个饥荒的时候， They both were going in the same general direction. 他们两个嘛，就是亚伯兰跟他儿子，就是去同样一个方向。 And they had to go through the Philistine line, 他们要 land. 去经过这个非利士
非利士的这个地。 Amen. Amen. 阿门。 And you notice that God told Abraham where to stop.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在哪里停？ We just read that God has told Isaac where to live. 那同样的，我们也又看到以撒怎 He 么样 said, I will tell you where to live. 神 Amen. 跟以撒讲说，我会跟你讲住在哪里。 And they have the same promises. 那他们也有同样的应许， Amen.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以撒，同样的应许传递给这个爸爸，也传递给这个儿子。 Oh,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Descendants as numerous as the 就 stars, 是跟他讲说，你的子孙像海沙一样， as numerous as the sands on the 星星一样 shores. 就像星星一样那么多，跟海沙一样那么多，你的子孙，你的后裔。 And get this, through your offspring, the world will be blessed. 透过你的后裔，就是列国要得住，万国要得住，透过你的后裔。 They both had beautiful wives. 他们两个的太太都非常的美丽， They both had the same fear. 他们两个都有同样的恐惧。 That if they acknowledge that this was their wife, that they may be killed 他们 because 有 the 同样 wife 的 was 谎 so 言，他们 beautiful. 要是承认这个是他老婆的话，可能会因他的老婆的俊美而被杀。 And they both created the same storyline. 那两个嘛，就是讲同样的谎言。 She's my sister. 她是我的妹妹。 Amen. 阿门。 They had shortcomings.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缺乏。 Fathers, we have shortcomings. 父亲们，我们都有一些缺乏， They were not perfect. 就如他们不完美，我们也不完美。 Come on, fathers, we're not perfect. 所以父亲们，我们不完美。 Amen. Amen。 But God blessed them anyway. 可是神也是在祝福他们。 Amen. Amen。 God blessed them anyway. 神也祝福他们。 The grace of God will take care of the weakness in you. 就是我们的软弱，神的恩典会胜过我们的软弱。 God can use a weak man, 神会使用软弱的人， a weak person, 就是软弱的人， and bless the nation. 还是祝福，因他们还是祝福。 Taiwan's in the midst of blessings coming 台湾 upon. 是一个猛福的位置， Some of you need to step up. 在座的很多我们都要勇敢的踏出来， Stop being hidden. 不要隐藏起来。 Both men and women. 男人跟女人都要踏出来。 Because Taiwan needs you. 台湾需要我们， Amen. 需要你们。 There's that word called obedience.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顺服。 Oh, hallelujah. 哈利路亚。Obedience. obedient 就是顺服。 Even Abraham, who was the father of faith, 即便亚伯拉罕这位我们称是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 his faith started wavering. 即便他的信心被摇动的 It 时候 was，not steady. 他虽然当时他的信心就是摇动不稳定的时候 The，father of faith? 就说怎么有可能呢？就是这个信心之父怎么会不稳固呢？ But there's one thing that never 可 changed. 是有一件事你注意，亚伯拉罕 He remained obedient to God. 他提醒他自己永远顺服神。 Amen. Amen。 I'm going to go back to 26:5. Genesis 所以我们 26:5. 再回去看看26章5节，一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5节。Amen。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 Abraham obeyed God. Amen。亚伯拉罕遵守他的话。Amen。 Amen. Obedience 顺服遵守， that allowed the son to get the inheritance from the father 因你们的听从，因 that 你 God 们的 had promised to 顺服。 the father. 你的儿子也可以得到，他们也看着你顺服，他也会顺服。 Are you with me? 这样听懂吗？ Are you with 你 me? 们注意听吗？ Amen. Obey me. 顺服神， He's telling you right now. 他现在就跟你讲，遵守我的 Obey 吩 me. 咐。他说遵守我， Keep my commandments. 听从我的 Keep my 话 laws. 他说遵守我的吩咐，跟我的命令，我的法度。Amen。 I need the men to say amen. 我应该听爸爸们讲，男人讲说 Amen。 Because God will bless your generation. 神会祝福我们的世代， No matter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无论我们经历任何事， God will bless your generation. 神会祝福我们的世代。 This is the key. 这个就是关键。 Men, you can bless your family 弟兄们，我们可以祝福我们的 by 家， being obedient to God. 只要我们顺服神。 Amen. 即便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还是决定顺服神。 I don't know about in Taiwan, but in America they always say like father, like son.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句话说，就有看爸爸就可以看到儿子。 Do they say that over here? 在台湾有没有这种古话？ Like father, like 爸 son. 爸就看到儿子。 Amen. 哦，对，其父必有其子。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感 hallelujah. 谢主。 Amen. So God tested Abraham, 所以神也考验亚伯拉罕， and He's testing you. 他也会考验我们。阿 Amen. 门。 Abraham had to do the unthinkable. 亚伯拉罕呢要做出无法想象的事。 He waited so long for his son, 他等他一个儿子等那么久， the promised son. 等他这个应许的儿子。 You see, even he made a mistake. He decided to help God along the way. 即便他也不耐烦的等，所以他也帮忙的神，他用他的那个仆人的孩子， He listened to Sarah. Sarah said, "Take my handmaid, 就他跟撒来讲说，那就叫我的 have a child with 仆 her." 人，叫我的仆人去。 And Ishmael was born. 所以以实玛利也就这样生出来。 But that was not the promised son. 但以实玛利不是应许的儿子， So even in his disobedience, 所以即便他在不顺服当中， God is merciful. 可是神也是怜悯的神。 But when Isaac came, 可是当以撒到，以撒生出来了100 years of age. ，100岁才得到以撒， Amen. Amen. 100. 100岁。 God says, Abraham, 神跟亚伯拉罕说 I want you to sacrifice your son.：“ 我要你牺牲你的儿子给我。 Imagine how Abraham felt. ”想想看亚伯拉罕的心。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what Sarah was thinking to hear this. 我不敢去想那个撒来会怎么想。 Abraham, sacrifice your son. 神跟亚伯拉罕讲：“亚伯 Your 拉罕， only son. 我要你唯一的儿子牺牲出来给我。” But you see, Abraham believed God. 可是你想想，亚伯拉罕相 God 信 had 神， given him a promise, 因为亚伯拉罕记得神给他的应许， and so he was going to obey God. 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要顺服神。 Amen. Amen。 He didn't know exactly how God was going to do it, 他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子去做， but he told the servants, he said, my son and I will go up and worship, and we will be back. 所以记得亚伯拉罕的回应跟他的仆人的对话。 Amen. 我跟我儿子上去拜一拜会下来。 Amen. 阿门。 You know what? He believed God's 亚 promise. 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相信。 When you believe God, 当你我相信神的应许， you can be obedient. 你就可以去顺服。 Do you hear me, man? 你听到没有？ When you believe God, 你我相信神的应许， you can be obedient. 你就懂得去顺服。 It said that he reasoned it out. 亚伯拉罕他逻辑化的去想一下， He didn't just walk blindly. 他不是就直接就这样去做， He thought about it. 他就去想一下。 And he said, 他 God 说 doesn't like child 他 sacrifice. 想一下，他说神不喜欢婴孩献祭。 And I know that God can do anything. 那我也知道，亚伯拉罕想一下说，我也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And God promised me, 那神也答应我， well, I'm going to be obedient. 我要透过我的子要祝福，我愿意顺服。 God's made promises to you. 神也有应许对我们， The question is, can you be obedient? 问题是我们愿意顺服吗？ We know that God came before him right at the last moment. 我们知道神常常在最后一刻出 He 现， told Abraham, stop. 最后一刻跟亚伯拉罕说停止。 But oh, that he would sacrifice his son. 那亚伯拉罕愿意把这个儿子献上，头要给他砍下来。 That you would do that for me, 那神就看亚伯拉罕，你还愿意这样为我做？ your only son. 你唯一这个儿子要为我而 I want 牺 you to hear 牲。 me right now. 好，注意听， His only son. 他唯一的儿子，独生子， God's only son. 神他独生子， Are you with me? 想听吗？注意听， Amen. 神的 God 独生子 stopped Abraham. 神阻挡亚伯拉罕， His son did not have to die, 亚伯拉罕的儿子没有给他死， but Jesus had 而 to 耶 die. 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We're focusing on Abraham right 所以 now. 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亚伯拉罕哦。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we're focusing on the son. 我们专注在他这个儿子。 Genesis 22:15 and 18. 我们来看创世纪22章15到18节，我们大家大声一起来念好不好？约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约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
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从你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Amen。 Because you have obeyed me.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Are you hearing me? 注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 Because you have obeyed me.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Oh, he loved God. 何等的爱神！ Do you love God? 你爱神吗？你爱神吗？ He gave a positive response to God. 亚伯拉罕给神一个很正面的回 Are 应。 you going to give a positive response to 那我 God? 们要不要给神一个很正面的回应 Amen. ？Amen。 Obedience leads to blessings. 顺服就得福，就蒙福。Amen。 Amen. Obedience leads to blessings. 顺服听从神的话就得祝福。阿门。 Obedience blesses your descendants. 听顺服可以祝福你的后裔， Promises go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神的祝福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Amen. 阿门。 Amen.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 Deuteronomy 7:9. 我们来看《生命记》7章9节。一起来。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阿门。 Amen. God took one so weak and blessed nations. Amen。就像亚伯拉罕这样子，不是很坚强，可是透过他也触不到万国。 Amen. God is saying to you this morning, 所以神今天也在跟你我讲话， I will bless you. 我必要祝福你。 Are you hearing me, fathers? 父亲们听到没有？神要祝福你， He says, I will bless you. 神要祝福你， I will bless your family. 神要祝福你的家族， I will bless you down to 他 generation to 说要祝福 generation. 你直到千代。 Today is a new beginning for 今 you. 天要一个新的开始， Today is a new beginning for 今 you. 天要是新的开始。 Amen. Fathers, 父亲们， even the Almighty Father had a broken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Even the Almighty Father had a broken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即便全能的神，他跟耶稣的关系， And that was when Jesus took on all our sins. 那当耶稣背上世界的罪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我们的天父无法见耶稣的面，因为他扛上全世界的罪。 Father,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所以耶稣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拒绝我？ God cannot stand sin. 因为神无法见罪。 God is telling you right now, 所以神在告诉我们， that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now, 他跟耶稣的关系， they are one once again. 天父跟耶稣是合一的，是一体的。 God is calling you back. 所以神叫爸爸们要跟耶稣，要跟神一体。 Regardless of whatever sin that you've committed, 不管以前你们犯了什么样的罪，以前 whatever shortcomings you have, 不管你的缺乏是什么，以 God is 前 saying, I want to 神说我要你回到我的怀 I 里， want to forgive you. 我要原谅你父亲们， I want to forgive you. 我要原谅你， I want to renew you. 我要来更新你， I want to renew you. 我要更新你， I want to make you new. 我要使你更新。 Fathers, 父亲们， God is opening a path of grace to you 神开恩典门给你们， through Jesus Christ. 透过主耶稣基督， By your faith. 透过你的信心。 We're not perfect, 我们不完美， but we can be in Jesus Christ. 而因耶稣，我们可以达到完美。 Our part is obedience. 我们的功课就是要顺服， Obedience. 顺服， Obedience. 顺服， Obey His word. 顺从他的话， Amen. 从他的话。
Because your obedience equals blessings. 因为你的听从、你顺服，它就是等于祝福。 God is a loving Father. 神就是爱我们的天父。 Matthew 3:17. 马太福音3章17节，一起来。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Fathers, 父亲们， God is saying to you, 神在跟你说 I love you.：“ 我爱你。 He's saying, please me. ”他说：“孩子们，讨我喜悦， He said, raise your children in honor. 教养你的孩子懂得尊重我， Teach them to honor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教导你的孩子懂得尊敬父母亲，孝敬父母亲， For this is the way of God. 因为这是神讨神喜悦。” Exodus 20:12.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0章12节。一起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阿门。 Church, 教会， God is saying, set the example for this nation. 神说我们要在这块土地活出典范， Set the example for your children. 活出典范，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活出典范。 Fathers, love your wives. 夫妻们，你要爱你的妻子； Wives, be submissive to your husbands. 妻子们，你也要尊重你的先生。 Children need to see a real love affair. 孩子需要看夫妻们相爱。 They need to see this deep love, 他们要看到这个相爱，像爱加倍的 real 爱， love, 真诚的爱， devoted companionship. 就是彼此关怀相爱。 So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your relationship, 所以不管你的关系以前是怎么样， God will forgive you. 神会原谅你。 1 Peter 4.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4章8节，一起来。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阿门。 God is telling you right now, 神在告诉我们， today, 今天 fathers, 父亲们 lead the way. 带领路吧， Fathers, 父亲们， this day, 今天 start all over again. 重新开始。 Lead the way. 带领路， Today, 今天 be obedient to His word. 顺服神的话，听他的话， Rebuild family relationships. 重建家庭关系， Forgive one another. 彼此饶恕。 He said, then I will. 他说：“我要祝福这个家。 Amen. The greatest error that a man can make is to ignore his children, 一个男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否认 to 他的孩 neglect 子， his children. 就是没有去注意到他的孩子， Because God is watching you. 因为神在注意我们， God is watching 神在 you. 看你怎么样去对待你。 Fathers, we are accountable. 父亲，我们要负责任。 Amen. Amen。 Make sure, dear God, that they're well fed, 你要注意你的孩子要被照顾。” well clothed, 他们要穿好，他们 They 要 have 吃 a 好 home.，他们要有家可以住， good education. 他们要有教育，要去教导他们。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Fathers, 父亲们 make sure, 要确保， most of all, 最重要， they are spiritually fed. 你要属灵来喂养他们，要让他们有知道神的话。 Because all children are from God. 所有的孩子都是神的恩典给你的。 Hallelujah. Amen。 Fathers, 父亲们， today, 今天 would you come up front? 请父亲们站起来，来前面好吗？起来。起来！我需要所有的父亲起来，来前面。 Just come up front. Come on, fathers. 所有的父亲们， I want you to turn and face the congregation. 然后面对会众，父亲们，请大家面对会众。对。 Hallelujah. Come over to the right. Come straight over to the right. 好棒哦！他说我们往这边把排出来， Come to the right. 这边一起过来。妈呀！
Oh, hallelujah. You're blessed in this church. 感谢主，你要祝福这个教会。 Look at the fathers here. 看到我们这些爸爸们， Amen. Amen. I need more. Bring me some on this side over here. 然后我们给他跟有一些走过来这一边。 Amen. Move down just a little bit. Amen. Amen. You are blessed to have so many fathers here. 这教会多么有福，有那么多爸爸在这里，那么多的父亲在这里。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Everyone, I want you to close your eyes for a moment. Everyone, I want you to close your 大 eyes. 家眼睛闭起来一下，好不好？ Everyone, I want you to 每 close 一 your 位， eyes 请 for 大 a 家 moment. 眼睛闭起来， Oh, thou God. 但是要祷告。 Oh, Father. 亲爱的天父，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阿爸天父， I pray that you look at these fathers today. 我向你求告，求你观察我们这些父亲们， Touch them deeply in their hearts. 说我求你深深的触摸他们的心。 Father, allow for the increase to come 天 inside. 父，我求你让他们的生命大有提升， Just like Abraham, dear God. 就如亚伯拉罕， They've made mistakes. 就如亚伯拉罕有犯点小错， We all have made 我们 mistakes. 大家都有犯点小错， But we recognize that we need to be better. 可是我们认知我们需要改善， We need to be better. 我们需要越来越好。 We know that we must study your word.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考察你的经文， That our first sign is the first sign of obedience when we study your word. 就是我们第一个步骤的顺服，就是考察你的话语。 Father, we're asking for your forgiveness 天 today. 父，我们要求你原谅我们。 For Father, as we read these words, 那当我们父亲们念这些经文， let them be anchored in our 让 hearts. 这些经文坚固在他们的心， Father, let them become part of us, dear God. 让这些经文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And Father, let us read from our hearts, dear Lord. 让父亲们就是真心的来把这话读 That 进 your 去， word will take anchor in our hearts. 让神的话坚固牢牢的坚固在你的心 That，it will cause a great change, 然后 dear 造 God. 成你的生命大转化， A great blessing in this church, dear God. 把祝福这个教会，也祝福你的家。 That will flow out of this church, dear God. 那这个教会要得祝福，也要祝福到 Into all of the city, O Lord. 祝福到这个大街小街。 Because when they leave here, dear God, 当他们离开这里， the people will witness a true Father 人们也要见证到真实的父亲。 that treasur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n 教会就是有一个建立美好的关系，跟他们的儿子， and His daughters. 跟他们的儿女。 Father, I'm asking for your blessings 阿爸天父，我求你祝福这些父亲们， as they read your word. 当他们在真心的读出这些 Let 话 your，spirit feel them, 求你的灵充满他们的心， bringing healing into their heart, mind, 带他 and 们的心 spirit. 得到医治跟安慰， Give them strength, 给 dear 他 God. 们力量， The empowerment of strength from your spirit, 给 dear 他 God. 们的力量来自于你的灵 That 的 they 力 can do 量。 all things 透过那家庭给他 through 力量 Christ 的， Jesus that 透 strength. 过耶稣基督加给他们力量，万事都可以成就。 Amen. Amen。 Fathers, 父亲们， all together, I want you to read 1 Timothy 3:4. 大家一起来念，从提摩太前书3章4节开始， Strong so that people can hear you. 大声让众人可以听到这些话，要深深的进入你们的心。一起来。一起来，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儿女凡事顺服。 Amen. Proverbs 27. 27节，20章7节，行为端正的艺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Amen. Everybody with me? 大家听进去没有？ Psalm 127:3. 诗篇127章3节。一起来，爸爸。阿门。 Colossians 3:21. 哥罗西书3章21 When you 节。 finish, say 他 amen. 们念，大家一起说阿门，好不好？就是你们同意，他们念，你们同意，阿门。一起来。Colossians 3:23. 哥罗西书3章23节。
23:24. Proverbs 17:6. 箴言 3 John 4. 约翰3书 Amen. Amen. Fathers, 父亲们， God is looking at us right now. 神现在就在观察我们， He's expecting us to do the right thing. 他期待我们做这对的事。 Fathers, I'm going to ask you to step forward, and I want you to kneel down. 父亲们，我要你 Humble yourself. 往前进，然后我要你跪下， Step forward. 往前进跪下，意思要给你父亲们祝福你，跪下， Humble yourself right now. 谦卑自己，跪下来在神面前。 Amen. Amen. As best you can. Oh, hallelujah. Father, receive us today. 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接纳 Amen. 我们这些 The 父 Father's 亲们。 expecting you to give guidance. 亲爱的天父，我要求你，这些父亲们期待你指示他们。 God is telling you right now, He's forgiving your past. 神在跟你们讲，他原谅你们过去的罪。 He says, I remember no 从 more. 现在开始，他已经不计较了。 As far as the east is from the west, you have been 东比 forgiven. 西多远，你的罪也离你那么 I've 远， separated that sin from you. 你的罪完全离开你了。 Today is a different time in your 从今 life. 天开始，你的生命是不一样了。 Let us clean up our lives today. 让我们完完全全洁净生命， Say goodbye to alcohol. 向那些酒精说再见， Goodbye to drugs. 向那些毒品说再见， Goodbye to bad tempers. 向那些怒气说再见， Goodbye to foul language. 向那些说不好的话再见， Goodbye to abuse. 向那些讲那些愤怒的话再见， Goodbye to my harshness. 向那些讲负面的话说再见， Goodbye to my unforgiveness. 向那些不饶恕的心说再见。 God is saying, be obedient to me. 神说我要你顺服 He 我。 says, say hello to my word. 他说在 Hello to my word. 说对楼话说 OK 对神的话说 Hello， To my word. 我要接受神的话， Hello to my church. 我要接受神的教会， Hello to your family. 我要接受神的家， Hello to the new path you're 我 taking. 要接受神要给我开的新路， Hello to God's righteousness. 我要接受神给我的正义， Hello to God's obedience. 我要接受顺服神， Now begin to say thank you, 我 Lord. 要开始说谢谢神， Thank you, 我 Lord. 要开始说谢谢神。 Thank you, Lord. 大家说感谢主， Thank you for finding me. 感谢主找到我， Thank you for finding me. 感谢主找到我， Thank you for rescuing me. 感谢主拯救我， Thank you for my children. 感谢主给我孩子， Thank you for this new relationship. 感谢主给我这个新的关系开始， Thank you for another chance, Lord. 感谢主再给我机会，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dear God. 感谢主你给我所有的一切， Oh,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Family, I want you to pray for the fathers right now. 那所有会众，大家站起来为父亲们祷告， Family, I want you to 手 pray for 指 them 着 right 他们， now. 手指着他们，开始为他们祷告， Pray for them right now. 开始为他们祷 Open up your 告。 mouth and start 你 praying 开 for 口， them 你 right 的 now. 祷告大有功效。你开口 You lift 祷 them 告 up，right 你 now. 们现在把他们提到， They're here right 他 now. 们跪拜在天父面前，你们开始为他们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 Hallelujah. 主啊主啊，这父亲们一家的祭司，一家之主的祭司，跪拜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的恩典，大大的浇灌在他们，大大的恩典浇灌在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居稳不居稳，让他们有一个愿意顺服神，顺服 Pray to God and say thank you, Lord. 他们要继承你的祝福。 Thank you for this day. 所说的每一个祝福，他们都要得到。 Thank you for this specific 谢 time. 谢你这个时候，谢谢你现 Church, 在。 say thank you for the repenting of the 教 Father. 会大家说，谢谢耶稣，让他们有认罪悔改的机
They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dear God. 他们不知在做什么事之前， Oh,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Fathers,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 right now. 父亲们，我要你跟着我说， Father, forgive me. 天父原谅我，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doing. 我之前我不知做什么，要做什么， We have been lost. 我之前是迷失， But you reached out and you found me. 可是你找到我， We want to do what you say, Lord. 我们要顺服你， We want your word to be a light unto our feet. 求你的话就像我前面的光，照耀我，照耀我。 We want to walk in the path of blessing. 我们要走祝福之路， We want to bless our family with our newness. 我们要有更新的生命，祝福我们的家人。 Father, open my heart. 亲爱的阿爸天父，打开我的心灵， Father, open my mind. 打开我的意念。 Father, we promise to follow your lead. 我们答应跟随你，你的带领。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right now, Lord. 谢谢主与我同在。 I want to be perfect for my child. 我要在我孩子面前得以完美。 因 I 耶 know I 稣 can 基 do 督， this through you. 我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得以完美。阿门。 Men, stand up. 弟兄们，请起来，请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Congregation, I want you to look at it right now. 然后众教会注意他们， They are the stewards of the children. 他们是一个好管家。 God has entrusted them to. 神相信他们成为一个好管家。 Amen. God has placed children in their trust. 神把孩子安在他们，因为神信任他们。 God help us all. 神要帮助我们大家， Teach us all. 要教导我们大家， Guide us all. 要指引我们。 Fathers, manage your household. 父亲们，感谢赞美主，你们要好好的管家了。神要大大的祝福你们， Be obedient to God. 顺服神的话。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我奉 Christ. 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阿门。 Give God glory. Fathers, we thank you. 父亲们，我们谢谢。 Fathers, we thank you. 父亲们，我们谢谢。 Fathers, we thank you. For you are fathers. Fathers, we 父 thank 亲 you. 们，我们谢谢你。 Amen. You are blessing this church 你 right now. 们祝福，因你们的顺服祝福这教会了。 You have one thing to do. 你们有一件事要做， Be obedient to 就 God. 是顺服神。 Heavenly Father, we receive your word 亲阿爸 today.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 We 们领 bless you, 受， dear God. 我们颂赞你。 Father, we are accountable, dear 阿 God. 爸天父，是的，我们要负责任， Because Father, you know our name, Lord. 因为你认知我们， He knows our name. 主啊，因为你认知我们， Fathers, receive it. 天父接纳我们。 Amen. You may be seated. 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谢谢。谢谢。造的，我们是新造的，Amen。 Amen. Amen. Joseph. Amen. Amen.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I want you to understand how personal the relationship is that you have with God. 我要你知道，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方式会带给我们跟神更加亲密的关系， Amen. That God knows your name. 因为神已经认知我们了。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Hallelujah. Look at the person next to you. 跟你身边人说， That God knows your name. 神认知你，神认知你。See, you are a family.
Everybody say thank you, Lord. 谢谢我， Let's everybody stand up for a 一 minute. 起大家一起来， Say thank you, Lord. Oh, hallelujah. Thank you, Jesus. Oh, hallelujah.
Never felt me yet. Never felt me yet. Never felt me yet.
God has been so good to us today. Amen. Let us not forget the Lord. Amen. Amen. 好，观众请坐，一起来。我们奉献。好，弟弟。Hallelujah. Hallelujah.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want right now, God, let God touch your heart. 现在神触摸我的心， Thank you. 谢谢各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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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y thank you. 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要做奉献的时候，是我这一首歌要来表达，因为这首歌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letting God's Spirit move in you today. 是说今天求神的灵在这里感动大家的心， There surely was filled up in heaven itself. 所以我们在这边庆祝，天堂也在庆祝了。 Smiling down upon you right now. 天堂也在观察，他对我们大家微笑。跟着我们一起在庆祝，阿门。 I thank you for giving all of yourself 我 today. 真的感谢主，你们敞开自己，把自己献给神，共生在主里。 You didn't hold anything back. 对。 Reach down to heaven.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along the streets of gold. Beside the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 angels singing.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We turned and saw a young man running.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 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but then again,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when I was only 8. Every day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had Jesus in my heart.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live to say thank you. You busy life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m so glad. I'm so glad you cam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and he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All his people made you cry.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him. Jesus took you and you gave him. That's why I'm standing here toda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照会我们给予。当你奉献的时候，神感动你，你就勇敢的奉献。Amen，Amen，这就是奥秘。神在观察，千万不要担心，你勇敢的奉献给这个教会，这是你最大的祝福。Amen，Amen，说我为你们祷告，请阿爸天父求你大大的感动。Amen，Amen，因为祝福的奥秘就是祝福，就是勇敢的听你的话而祝福。所以你祝福他们大过于他们想象，仿佛没满意的赐福给他们，耶稣基督的名。Oh, Heavenly Father. Father, we thank you right now. 说我要感谢你， We ask that you bless this church 说我求你祝福这教会， as they brought the tithe and offering. 说当众人把他们的奉献席奉献跟一般奉献带上， Multiply it, dear God. 说你加添给他们， That it may be used in the kingdom 说把这些奉献用在你的国度里， to take the light into the darkness, 说把这个光带到黑暗去， to bring home the captive, 让那些捆绑的可以释放带回到阿爸父怀 that 里， they may experience eternal 让他 life. 们经历永恒的生命。 Father, I'm asking that you open up the windows of 求 heaven. 你敞开天堂的祝福， Pour out your blessings 大 upon 大 your 的浇 children. 灌给你的孩子， More than they can 说 contain. 无百满意。 Oh, Father, I ask that you bless them in health, dear 阿 God. 爸天父，我最要求你祝福他们健 Bless 康， them financially, dear 给 God. 他们经济的大突破， Bless them in their relationships, 祝 dear 福 God. 他们在关系之间， Bless them in their lives, dear 祝福 God. 他们的生命。 But most of all, Lord, bless them in the spiritual 最 gifts, 重 dear 要 God. 的，我要求他们灵界里面的懂得跟 Father, that they may become powerful, dear 让我 Lord. 们大有能力，属灵的 Taking your word out, dear God. 懂得珍惜你的话语，吸收你的 And 话语， blessing this nation of Taiwan. 所以也祝福到你的国家。 Now, Father, we thank you. 说我们谢谢你， We give you all the 说我们 praise. 给你所有的赞美， We give you all the 我 glory. 们给你所有的荣耀。 We ask, Lord, now, 我要求你 have your way 掌管， in their lives. 掌管他们的生命。 Father, I'm asking that your spirit just rain down 我 on 求 them. 你的灵浇灌在这里，充满他们。 Let your spirit rain down 我 on them, 求 dear 你 God. 的灵浇灌运行在 For they 当 have been 中。 obedient today. 所以为孩子们，这些孩子顺服你， Have your way with them. 阿爸父，我求你掌管。 Father, they're here, dear God. 天父他们在这里心 They're in 中， relationship with you 他们 now. 要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 Oh.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谢谢圣灵带领，谢谢圣灵。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Bless you for your obedience. 祝福你们的顺服。 Oh, hallelujah. Today, 今天 if there's anyone here 有任何人在这里， that needs to come to the Lord, 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need to get right with God, 受神， come into the family of God. 来神在叫你的心进来。 As the Spirit rains 你 down, 需要被神触摸，还没有接受主的人要来受洗，来 I want you to come up here. 来，神在叫你的心门，说是你要被神来祷告来。有没有人特别说到要祷告的进来？过来，到前面去， I'll say, 到前面不是要 as we sing Holy Spirit, rain down. Hallelujah. Holy Spirit, rain. Thank you, Lord.
understand something today. 我要大家了解一件事，今天 God has visited this church in a way never before. 神今天在这个教会显示出来， God is telling you He placed this church here 神说这个教会是他安置在这 for 里 a 的， purpose. 是有目的的。 The attack of Satan has been great upon you, 撒旦在你们这个教会大大的攻击你们， but you misunderstand something. 可是你必须不要误解一件事， You are a child of the 你们 Most 是 High. 至高者的孩子， You cannot be defeated. 你们是不能输的。 When the Spirit of God is in you, 当神的灵在你里面， demons must flee from you. 这个黑暗权势必须离开。 When you speak 当你开口说出神的 the 话， word of God, 神的话讲出 it 来， is power. 是大有能力的， It changes things. 认知你的身份， It 神 changes 的 the 能力。 atmosphere. 神的话语说出来会改变你的生命状况。今天， The atmosphere of this church is 今 changed. 天这整个教会的，这整个教会的空气都不一样了。 God has told you 神的权柄要 He 给你 sees 们， you. 领受神 You 的 have 权柄。 honored Him by being here. 你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神要你，你们要尊 When 重 you 神。 come forward, 当你们勇敢出 you 来， speak out your hurts. 你说出你的痛苦 You，speak out your needs. 你说出你的需要， God is a healer. 神医治你， He is Jehovah. 他就是耶和华拉法 He is 的 Jehovah 领导， Jireh. 他就是耶和 He is 华 your 你的 provider. 他就是你的提供者。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He is your peace. 他就是你的平安。 When you leave here, 当今天你们离开这 you 里， will leave here with peace. 带着平安的心离开， Because peace is the sign of God 因 in 为 you. 平安显示你对神的信任， It's 抬 the 头 sign that you cannot be 显示你对他是信任的。 No 平安的 longer 灵 let Satan 占 lie 据 to 你 you. 的心，不要让撒旦的谎言占据你的 He 思 is 想。 not in control. 他没有资格掌控你的思 Your 想， Father is in 你 control. 的天父要掌控你的思想。 Lord Jesus, we 主 thank 耶 you. 稣基督，我感谢你今天， We thank you for this blessed 我 day. 感谢你祝福这教 We 会， thank you for this mighty change. 我 Dear 感 God. 谢你这教会有大要 We 反 thank you for 转， your Spirit's presence here 我 right 感谢 now. 你 Dear 的 God. 灵要掌管这 As 里， you refresh your people, dear 我 God. 感谢你更新你的 As you 子民， renew them, dear 你 God. 更新他们的灵， You have given them a position, dear 你 God. 给他们让他们就定位置， Position in the kingdom, 让 dear 他们 Lord. 认识他们神国的 Each 位 one is 分， powerful, dear 大 God. 有能力的位分， Because they receive you, 让他 Lord. 们领受。 Greater is He that is in 我 you. 伟大的要住在他里面，你让自己在这个地方 You 得 can 到 do。all things. 透过那家庭给他力量的，他可以成就大事。 Receive His 领 word 受 now. 领受那家庭给你力量，要成就大事。领受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赞美。 Hallelujah. That's right. Give God the glory. Hallelujah. I want you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大家知道了解一件事， Sometimes you may not understand how difficult it can be for a leader. 有时候你不了解对一个领导是有多困难，有时候。 If God places you there, 可是神要是叫你出来成为领导， He gives you the strength to do 他 it. 会给你力量跟精神成就。 If God places him there, 神要是安置你成为领导， support him. 神要是安置他成为领导，你要支 Because 持 this is 他， one body. 因为这个是一个体， And I see within here a 这个 very 是耶 powerful 稣 body. 基督的肢体，你们大家都有大有能力。 God has anointed him today. 神恩高这孩子， A new anointing. 对，新的恩高，新的恩高， A greater responsibility 新的责任， to believe what you speak. 相信神跟他说的话， To believe the words that come from you. 相信神给你说的 That they 话， come from the Lord God 这是 Almighty. 来自于神的相信。 God's calling for you to pray right now. 神要你来祷告，Amen。哈利路亚！我们从早上到现在，不管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涟漪，或是我们内心的压力，或者是我们身体的病痛，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经过我的牧师的带领，给予我们这么样的这么好的一个恩膏，我很感动，因为今天
我没有带到我的父亲到这里来，因为他的身体也不舒服，也加上我的岳父还在住院，所以我有很多的内心痛，我也很想在马登牧师面前告诉他我现在遇到的状况。可是今天中午在前面这些教友们，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因为我看到了你们的喜乐，我看到你们的病痛，我看到你们的权益，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来低头来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的父神，在这里我要谢谢你，我要谢谢我的牧师，带领着我们，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们领受到你的恩膏，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在这里。让我看到了教会这里已经有你的光芒在这里，在这里工作，从早上到现在，神你的工作都没有停止。即使我们的教会的礼拜结束了，你的工作还是在这里。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恩膏的带领，你这样子的祝福着我们。主啊，谢谢你。无论如何，在这个任何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试探，无论在我们的心里的软弱，求主你这样的带领着我们的刚强，让我们看到你的光感的带领着我们。主啊，谢谢你。所以，如果让我们没有到这里前面，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也求你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带回去分享给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让他感受领受到你的恩膏。主啊，谢谢你。我觉得祷告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之后我们教会的行程，虽然刚刚的一个议程，所以我们是要最后的一个颂龙。那颂龙之后呢，我们要请马特牧师给我们最后的一个主导。颂龙，请会友请起立。330。Lord, I'm asking you, God, hey, hold on, dear Lord. To remember this moment right now. Carry it with them, dear God. And wherever they go, dear God. With your spirit in them, Lord, they're breaking new ground, dear God. They're claiming new territory for the kingdom, dear God. For you have placed the power inside of them, dear God. That they can change the atmosphere, dear God. Change situations, dear God. So Father, as they leave here, dear Lord, I'm asking, Lord, that you be with them. Lead and guide them, Lord. Continue to teach them in your way. Let them be obedient. That they may embrace all of your blessings. Every way. In Jesus' name we pray. And all God's children say, Amen.
讲道者是陈淑敏长老，老师是高龙管办，师谢是儿童主日学，另外一点是儿童主日学。那这个是这个呢，主要是要看一下，另外的再来就是我下走看8月21号，8月。好，这是都是在。大家平安。我们的纪念品是这个马克杯因为去年是我们教会的50周年纪念，一点点的心意献给我们的牧师和师母，谢谢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谢谢。来，我们掌声鼓励，谢谢。升级一个了，好，谢谢师傅。我们的牧师，来，倒一下。1、2、3，好，谢谢我们的师傅，做完的牧师给我们。好，接受。好，那我们的聚会就到今天结束。来，大众请贵重请起立，贵重请起立。